谁来做客？慢人来了，今日呢来同我打嘴鼓的，我看到伊如果个听吼，伊係我後生嘅老朋友朱六豪先生。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六豪。我特別如果同朱老師講啊，就係我一看到伊啊，一張美如果感覺，我忘記你是國寶呢。沒啦，我是活寶啦。而且也會忘記你的年紀。啊，因為我家下唔前6個時間，我如貓貓鳳上到，如問朱老師講，都唔廿年紀還可以演武生呢？怕冇嘅哦。你下冇啦。佢說弄可以保持到安呢，吼，就係行喺安後上，尤其因為唔單槍喺身體，你嘅心理其實未喺過後上，我講我也過吃得太加好些。係啊。我還知道身體好，係因為我細一年時間就喺劇校，練功練聲音練表演故說我身體也還比同年齡的人要好動多，還有就會後生嘅時間做唔得喝酒、食煙熬夜吃檳榔。要就是對自家要負責任。唔過後生就係安尼嘅。錯。嘿，就係呀，人攏會按後生就提講佢有自律。好，那有可能都我哋今日留言聽過嘅朱老師喊我去做一個美猴王。係啊，聽日本。係啊。都非常厲害，咁我哋今日嘅傾向吼，我哋也節目都係會利用來賓嘅小物來認識，咁我哋都請小助理吼，帶俾我哋提供朱先生嘅一個小物係咪嘅？當然吼，大家可能一開始節目一開始都看到我後背有個身黃色嘅衫，韓國有個銀色嘅金箍棒，韓國一個都係美猴王嘅帽誒。哇！我竟然可以拿到你的帽子，呀，應該唔係你的第一頂。差唔多係第3、第4頂了。哇！因為我做美猴王做了22年了。哇！22年呢？對。你第一年做係一多歲嘅時間？我第擺做後係差唔多30。30歲，家下已經30唄。錯。哈？係哦。係啊。所以那個其實你算網紅嗎？唔係，係因為喺劇校嘅時間老師很保護我。佢講按細嘅做唔得做後嘅，因為做後嘅了後你就做唔得各種的英雄好漢，因為後會眨眼鼓腮有一點點滑稽。對，如果你演趙雲，你一亮相，唱，做唔得嘛，所以趙雲不能演，林沖不能演。什麼都不能演，因為你太像猴子了。因為做嗰時最後會習慣，會關係。你的臉部表情會習慣。所以很帥的要先演完。對，所以要先把那個帥的學完以後，演完以後，你到差不多年齡以後，你是劇團的 A 咖了，你才可以演美猴王。原來係安呢。不過做過美猴王嘅應該幾多年啊？家做嘛不能做到安鳳咯。我跟他們比。那時候既然是周圍後嘅過後，很多很帥都不太能演了。那故說大家應該唔想去做美猴王。想做。我想做。因為美猴王係最棒的角色佢代表我們國家，然後歐亞非國家都要去表演嘛，所以每個人都很想演，但是你沒有條件，你演不好就沒用。一出這種面部要很多，對，給難度挺難。挺難的，因為你要唱作念打，還有翻滾，你下掉起來，你將做好係好嘅。就變那個你武生
要会的全部要顶尖，对，超，让做得到。嗯，哦，古说甲哈先生讲，钦点你，朱陆航可以做美猴王诶，甲哈嘛个心情？做后的我替拜做的唔系后的，我做的系狒狒。差别是什么？因为我做唔好啊。观众啊，还有老师啊，就说你蛮开好啊，狒狒嘛很笨啊，所以我第一次做完猴子以后，我就是发愤图强，我就会去动物园看猴子。去动物园看猴子，然后又跑去大陆跟拜师学猴子，然后学了2年以后，我这样重新做黑尾，然后重新做了以后，哇不得了了，就开始红了22年。哇，古说你这2年呢，苦工是很苦的工。懂苦哎。你想看看咧，我去动物园看猴诶，喺伫圆山动物园那边，我要买一瓶水，然后看猴诶，看一整天，看佢太猴诶，用板惯例小猴子，还有猴群10几年这个各中的奥妙。就会来做按多年的后诶所体会出来。你刚讲你马个时间体会到，我觉得这个超级精髓耶。就会可能演了100场以后，做100场以后，我去跟他的腿档，根本干吃到根本也唔系人诶，根本係後誒。你的檢視方法就係眼根本係咪好誒？對，超。有點哲學的感覺哈，有點哲學思考。剛跟100場還做一多年，你一開始拿到角色，你要多麼頻繁的演啊？嘎哈！做到吼，我連啉水、食飯、講話，全部係學的。你還要示範？啉水。習慣，我就變安陽了。哇，所以整個內化，超。那會很想要拋開它嘛？因為做太多哎。有。也是，該不會也是100場的時候吧？就很想。差不多啦。就會我除了猴子，我還可以演別的啊。我可以演鍾馗啊，我可以演霸王啊，我可以演趙雲啊、林沖、武松啊，做嘛該讓我演猴子呢？我演煩了，你知道嗎？所以膩了，所以我才又改行了，我又去改行做藝術行政，來摸一周戲嘞。就係做藝術你演過後？係啊。你的膩也是要很久哎，很久，冇辦法啦。哇，我相信你會很非常多故事好講哦。我哋在唱小助理本，我哋聽一下今日主先生帶來嘅一個小物都係前一張咩？朱老師出的書國體派路嘅先前有個73變，沒有周一出舞台劇對，就係主先生嘅人生故事。好。73變大概就會上到嘛，好美好玩。不過佢多了1變，給係嘛個意思？多1變係嘛意思？就會想變回我自己，變回我自己。我想變回我救所有時間，我的主動，我係一個阿夫子就可以嗌。阿夫子，盧卡安嚟講，因為拍過當年唔啲哦，如係朱六豪先生，大家會感覺係本名，其實唔係京劇演員，能會照輩分，對，取藝名，劇校的輩分，所以很多你那一輩就係對，陸字輩，對。像王海玲老師都係王海玲他們是海字輩。嗰時候唔嘅也很有趣，就係給藝名好像也變本名的感覺。我就是後來我10歲開始用這個藝名。10歲。對。那這個藝名也很微妙，是我姐姐幫我取的，
因为我本名叫做家福，所以我小名叫阿夫子。阿夫子，哎，所以呢，学校说啊，我们要用禄字，中间用禄字，然后又帮我取了一个朱禄福。然后东坡汤好像训蛮多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姐姐那时候呢，她也是少女嘛，就看那个烟雨蒙蒙琼瑶小说，然后里面有个男主角叫尔豪，她说哎，这个豪字好像不错，她就把我就把我叫成陆豪。哦，所以我10岁就用这个名字到现在，跟着你一家子了。一家子了。虽然老师看不出年纪，对不对？哦，古总讲给73变就会想要变回我自己，变回我自己，我还阿夫子。哦，是什么时候我有按那个想法，我编转自己？经过按多年的演出，不管是京剧，还是电视剧，还是天样，做按多。骗人的眼神，我想讲，哎，我这个眼神黑白改的，故说我出书，我出书的时候才想到，哎，73变的时候，我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希望我变成一个最纯真的自我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最纯真的自我。然后我在竹东的乡下长大，然后每天上学、放学，然后去电影院，拉着阿姨叔叔的裤脚、裙脚，就说带我进去看电影嘛的那个小男孩，然后去竹东市场，去那个附近去吃东西，然后去抓虾、抓鱼。我想恢复我自己最纯真的阿夫子。我相信我都从俺人因来因台西施，我想要多做一个最纯真的自己，也表示你身上很多故事了，所以你想要归去的，有几多，其实你想要得到的，不管是成就，可能也有一些遗憾，你都有了，所以想要回到那个最纯真的自己。哦。一定韩国的故事，我大摆读到朱老师如果讲过时间唔拉用，不过呢，你先睡一下茶，我哋等下个继续来讲。演到一半的时候，有黑人上来把我们国旗拿掉撕下来，我当时是领队啊，我看到很生气啊，他怎么可以撕我们的国旗？谁来做客？慢人来了。今日来同我打嘴鼓的是我的好朋友朱柳豪先生，他完全前面不用抬头啦吼。我讲朱柳豪先生，大家就会认识伊吼。头都讲到一个唔做美猴王做为20年，好，总算觉得 V 耶，22年才你也是很厉害。然后你讲，想要去做艺术行政。刚他就黑没算搞书哈，还是比较偏行政类。行政。哦。我该他做复兴剧校的综艺科主任。哦。综艺哦。综艺。蛮黑综艺。特技杂耍。我是京剧哎。我还做这个主任，我要写那个什么计划签成，然后做道具。那个特技的道具是跟京剧不一样哎，对啊。然后我还要签要3家比价，然后我还要带学生，我从国小5年级开始带到高中高3的学生。弟弟哈，我做戏係当导演来伺候我，我做主任，我来伺候当导呀。生人呢？生人呢？那个心态很难调整。结果做22年美猴王，我冇做诶，揾條路，結果喺咪做诶，2張嘢路上去就揾，我要做係我冇本嚟做嘢嘅嘢。唔過而家他就係因為要帶學生誒，唔能夠時常去表演，所以你也要帶頭帶隊，帶學生誒。我說我也偏看到有幾多喺咪路喺線上帶學生誒去表演，你的表演就係很多國外從嘛。係啊，我帶學生去日本。还有中南美洲，你聽錯冇去過中南美洲？也係唔哈？愛啊，愛死我！你這時候就變公務員了呢，整個看起來就是公務員。
很臭哦，很臭哦。像看亚相片上都给黑美猴王黑啊。你就是做一红冲一红，做艺术行政，当演员，当演员。哦，刚唔带好像很看去到中南美洲，按去拍的地方去表演京剧，唔系综艺哦，表演综艺。综艺，他们学生就是去表演那个综艺嘛，那个特技什么的。哇，什么中南美洲的什么圣文森、圣露西亚、多米尼加，这跟我们台湾有邦交的。其实唔系带学生的表演呢，因的表演系像杂耍、特技安尼的。唔过以前做京剧，咩是从去表演美猴王有，所以表演系有乜嘅特别的经历？迄当多啦，当多的事情我讲啦。唔过吼，我做主任的时候带后生去圣文森。你的圣文森那个小岛，5万人。人口5万人。那天演出来了一半的人，在那个足球场。哇！足球场，全国一半的人，然后还有一个像当兵的时候，部队有那个司令台，然后我们学生就在那边表演，然后司令台背后贴我们很大的一个国旗，你知道那国旗演到一半的时候，有黑人上来把我们国旗拿掉撕下来，我当时是我当时是领队啊，我看到很生气啊，他怎么可以撕我们的国旗？所以等到谢幕时候，我就把那国旗绑在我的金箍棒上。谢幕时候，我就把金箍棒上去耍那个国旗当大旗，我就开始耍完之后，然后一个亮相，哇，观众疯了，一直叫好。我当时我们的大使，哇，很兴奋，很高兴说，哇，原来我们综艺团还有高人在内。我说哇，真嘅係非常对，为了国家，我觉得那时候很光荣，然后当时回来之后还受到外交部的表扬。真的哎，这个迄都诺贝嘛嘅举动，如係非常重要，对国家来讲。錯啊。剛剛出去做安度嘅其實也唔單唱美猴王嘅角色吼，因為京劇對外國人一看起來個形式，一看唔識。然後他們看了可能也會覺得被打動，對不對？那可是可能也會本人歧視，會有嗎？有。我們那一年去維也納歌劇院，迄個時間，你哋啊喺後台，你做唔得冬季嘅燈，你做唔得攝影、表演，做唔得。No touch。No smoking， 懂快呢，懂啊！等到我们第一场演完，你在抽烟，他们装没看见。还有啊，我的保温杯里面，我泡的是人参茶。那个后台的经理大概60岁左右，当时他就问我说 ：“Monkey， 直接叫你 Monkey。You drink what？ 就你喝什么？”我说。可是人生我不会讲英文，我说for here good， 他看了一眼，他把我保温杯倒掉，把我的人参茶倒掉，然后呢就带着我去他办公室然后用钥匙抽屉里面打开，很慎重，然后从里面他说帮我泡了一杯很好的菊花茶。他讲英文啊，说，this is good for here good monkey you sing very good 他就帮我人参茶倒掉，帮我换他的菊花茶。因为他看到我的演出，他变成我的助理了，很崇拜。哇！第一天去的时候根本种族歧视，瞧不起你。看完演出以后就说你好棒哦，我帮你泡最好的菊花茶给你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在国外也是会受到种族歧视。你聽到多個非常多哈，你一開始去人都看唔起，你唔定呢，係嘛嘅？結果作為一場，完全刮目相看。錯，就有人有。剛剛你出國會壓力很大嘛？就好像會更不能失誤，因為應背着國家的整個名聲。那冇安有像因為我從來不會失誤。
还是 enjoy 我的表演。哇！所以我跟我旁边的那些 partner 伙伴，他丢刀丢枪啊，我从来不会失误。你没有失误过？没有失误过。然后我的 partner 每次一演出，然后他丢刀给我的时候，我要去拿那个金箍棒去挑那个刀。对。没有失误过，然后他们都不相信，师哥，今天你一定会掉。我说为什么？你试试看。他把我丢上去以后呢，他把那力量可能变大变小，对，我都能救回来。然后旁边那个现在是钟欣凌的先生，叫做陈清河，他一丢，他说掉，哎，我就没掉，他就很生气。哇，你功力好到大家敢在台上给你难题哦。对，但是我不会掉。哇！所以我就说我在国外演出，我连过年都在国外那个时候，演出，我们都不觉得我们会失误，然后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，enjoy 那个掌声，老外的掌声 ，enjoy 那个表演。姑说唔黑，我俺有痴心，黑影 V。你本来就是比较乐观，喊黑，你觉得我的训练就是如此扎实，俺不会失误。俺不会失误，是因为我的功底很扎实，训练得很好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伙伴都合作了很多年，所以他们一直会冲康你啊。默契非常好，默契非常好。哦，哇塞，俺相信唔係迷的。睇下強用劇校出來，我相信唔係迷的人都安有痴心啊。像按你講，我唔會失誤，那有可能啊。俺唔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。剛當初9歲進劇校，應該不是自願的吧？沒啦，我沒有看過京劇啦。冇看過？冇看過啦，俺媽媽係做歌仔戲嘅。你能都看係戲曲世家。對。媽媽係歌仔戲。嫁公嫁婆係客家戲，對，錯。媽媽本單客家戲，裡面去做歌戲。姐姐係做河南梆子。好特別哦。係啊。唱爸爸唔咩？我爸爸唔會唱，不過佢當粉去看歌仔，看京劇，看梆子。因為我們家3個人唱3種不同的戲，所以我爸爸都很喜歡看。剛才因為有家學淵源，爸爸就還很細時間太頑皮，古時候屯送去劇校。可能啦。看有冇看過？可能愛聲演世界很怎麼講？我們還會讀書啦。愛翻跟斗啊，這樣按鈕啦。就冇時限。仲要送劇校，剛唔家咩唔佇劇校做嘛嘅？唔佇啊。就戇一批嘅。係。一天會本人打，本人罵。喲，當然本人打，當然。剛唔冇同爸爸求講，拜託啦，冇。這是件某天發。我爸爸媽媽做歌仔戲，全國這樣跑啊，佢根本冇來看我哦。我進劇校，我就是被丟在劇校，所以我在劇校長大，我跟我父母關係也沒有那麼好，因為他們都沒有來看我。然後我們又沒有電話可以打。係啊。我說出來呢，你批嘅人都冇見面呢。冇見面。咁下禮拜唔叫聲音批，下禮拜見面係乜嘅時間？高原有幫會聊1個禮拜左右。嗰時候就當年安尼，像過年見面。對啊，錯啊。我有印象，有一擺講，好像係咪爸爸媽媽去看有帶領哦。錯。那是很難得的。我冇試過領狗。那個時候還沒有。而且我印象很深，老師講，給時間批到給咪西，唔講聲。像我批我媽媽身上的咪。哇，剛唔用你挨下來啊？怎麼稱啊？我咩唔知嘅，我就啱啱嘅學，啱啱嘅做
就按钮啊。我听讲的无，你就按你挨下来。哎，那你的那些苦啊，那些一定会给啊嘛给，就自己承担啊那样。可能俺唔知嘅，係客人嘅生意呢，係唔係就按钮啊？没。我觉得你的抗压性好像太高呢，会高呢。扣点吧，可能从小就这样子，然后挨打什么的都可以忍。现在老师如讲起了云淡风轻，因为我屯老师大嘴古龟球，我第一百堂都很讲，我不会失误，因为我可能我的一切冇讲到，也个部分，我能地今年能地哦，原来我做到，我保证我唔会失误。也个最好还有嗰度可以讲啊，等下呢先生还会带大家去对有特别意义的素材，好，我来聊一下，个继续多讲吧。那个谁，那个杨兰姐，右边一点，那个男的左边一点，我就变成那个男的了。我不是朱老师，我也不是美猴王，就那个男的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两位含做国立台湾戏剧学院，我做乜解爱拖大家来两位聊呢？因为啊，两位係全台灣單槍兩間學校有京劇，還有歌仔戲，還有呢客家戲做戲嘅人呢演員訓練的學校。你有看到嗎？兩條有當場嘅什麼嘅手勢、頭勢，你看戲劇啊，做阿丹呢，做女人，係當場嘅什麼嘅，自己頭檔啊就會帶按到嘅按將嘅頭勢啊，故說啊有當到嘅聲音啊，佢會來戲劇學校來做戲啊，就會佢看到台檔有按將嘅什麼嘅頭腦哈，亮晶晶呢，就是手勢啊、頭勢等等。哦，特別我老太家講嘅，就會亮，喊做敲就會古代的3寸金蓮是現在好像在台灣是一個保存的一個古老的藝術啊。它綁上敲以後呢，要走路，女生哦還會翻跟斗啊，是一個很難的一個踩敲的藝術啊。兩位就會你京劇的祝詞詞冇記就冇恩啊。故說大拜來，我就會留佢拜拜。朱魯豪，係因為做戲了後，我改變我人生，因為做戲老我都主動帶到台北來學戲，故說我朱魯豪真有機會本當到人認識我。那個巴洛克啊，巴洛克那個18節只有收電，對，收電，不是全本，不是，因為前面有嘉興府，後面有4節村，太大了。我去講，每去第2位搞後生的戲，搞後生的時節啊，我就會去講，我親身體驗、親身的做動作給他們。他才會知道怎麼練。故說啊，我的身體也是因為有教戲、有動作啊，才會變得比較健康。我除了學習以外、演戲以外，我還在教戲，能夠讓學生看到我的藝術，能夠讓京劇或者客家戲或者是電視等等能夠傳承下去。誰來做客？歡迎來了，今日來同我打嘴鼓嘅係朱魯豪先生。可能眼能真嘅。
很熟哈，古种根本真的很像完全在大嘴鼓的，敢唔讲？爱来了咧！啊，多多大家看到主先生，等下去到对有貼起意義嘅素材，其實我有同主先生透過一擺嘅嘛連續劇，暗夜迷宮，加哈能同先生過熟。可是其實我們不常見面，不過你都會有這些魔力，都會好像我們只要見面1-2次，就會感覺好像很熟。其實我哋冇見過幾多擺，都像幾擺拍連續劇嘅時間，我國家明年會見面咧。啊，先生過去我哋睇台南拍，然後我們住的飯店附近呢有一家牛肉湯。對，老師咱拍某一道嘢，一路同人講，迄個顏色啊吼。給會招待，講爆豬肉好的名字會招待。有私房菜。哎呀，就係幾好交朋友吼。可能老愛做客戶有關係。我細年嘅時間啊，係當木訥，唔會講話，唔會聊天，就會聽唔清，去練功啊。以後我就做後了後，我冇辦法啦，後我老當導演對手戲，我還要學生旦淨醜，我要做女生，還要做女生，然後還要做花臉，所以我那時候就是變成我必須要把 open mind，打開我的心胸，去跟每一個人去聊天，然後去能夠跟所有的 partner 要變成兄弟，然後要去練功，因為你不練的話，他怎麼丟我接不到啊，所以我就打開心胸之後呢，跟每一個師兄弟們都很開心。後來拍了電視以後呢，一開始我也是不熟嘛，就覺得有點怯生生的。後來發現，哎呀，原來你不主動找人家講話，別人不會跟你聊天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很主動的跟所有合作的演員即使他很年輕，即使他是個前輩，我都說某某大哥，我是朱陸豪，我說剛轉過來，好，就這樣子。我覺得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了，放低之後我才會覺得原來人際關係可以很簡單，只要把自己放低一點就夠了。以前做美猴王都很紅了，就像我一開始講會忘記你是國寶，然後你轉到電視劇，一開始其實也吃不少苦頭哈。哎呀，東東，你睇下，我們拍戲不是要那個站位，那個攝影師在後面說，那個誰，那個雅蘭姐右邊一點，那個男的左邊一點。我就變成那個男的了，我不是朱老師，我也不是美猴王，他就那個男的左邊一點，左邊一點，所以新人嘛，所以我也領受過了等等等等，所以看開了，我覺得反正現在工作就是覺得感恩享受。你講他電視劇新人，講他多歲？47歲。如果我他年紀？差不多。我中年轉業。對呀，我已經我奔5了，然後被你這樣使喚那個男的，然後你不知道愛睇京劇黑 TV 一狗，哇，你這個怎麼調試啊？所以你剛剛說我的抗壓性很強，我就是這樣調整，所以可能人前我都嘻嘻哈哈的，可是我背後我會很用功的去學語言台語啊。客語啊，我客語其實講得還可以啦，所以沒有用太多功夫就回來了，但是台語就用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練嘛，所以我覺得那個心態自己要去調整啊，所以我一直告訴我的演員朋友或者是學生，我說你不管做任何事情，你要把自己歸零，從零開始學起，可能你在京劇是 top。但是電視劇是0，我就從0開始，慢慢這樣堆積上來的成績，這樣子。
哎，你迄几好嘅示范呢吼，就是你确实就会安尼做，唔要抢讲诶。嘿，错啊。就安尼当然，大家如果讲啊，你多某个领域，你就会唔了解，你都会归零。你是真的这样做诶？对啊，因为人讲啊讲，伊唔甘去啊，不过你就行去，俺就去做，俺真紧可以规个归零。有句话很传神嘛，走出舒适圈。我经常都走出舒适圈，去挑战不同的角色。然后我们经纪人也是常常跟我说，你挑战一下嘛。我说我不要演坏人，你挑战一下嘛。我演过一部戏是很有钱的董事长，议长，可是每天骂人，骂到动回去。以前冇做过安尼，冇做过。韩国后来天师桥做做啊，用即个嘅模拟来做戏，用下法来做戏，佢感觉应该规模强样吼。我替部戏係寒夜序曲，我當叫冇講合法咧，我就讓我媽媽講，媽，你老係講合法。我媽說幹嘛做嘛嘅？我說我拍戲，起面講你唔講，你還要存錢，你就去講。就甲他將佢釀轉來。釀轉來。啊，你也有用吸煙，也有用海流，茶金都用海流。兩個目標嘅強頭做戲，感覺會目標。哎呀，我本來係海流嘅，配寒夜序曲愛講吸煙咧，我唔會講啦。當日聽錄音。伊咪媽媽講去了噶，係啊，愛改嘛，愛改嘛，改到最後，我兩下講去了嘅，講得不太順。迄個變吸煙，伊咪頭都我了以前個路屯先生講，唔過講去了做得咯，一個已經關嘅吼，講吸煙公關嘅，個奇妙。剛剛呢，等下呢聊一下。朱先生有帶伊哋對伊有特別意義嘅料理，然後叫下來食。好，你先試下茶。我如果今天沒有做戲，我唔知我煮落好啲下係乜個用嘅飲食我唔知。所以我覺得做戲對朱陸豪來說，它是改變了我的一生。誰來做客？萬人來了，今日來了嘅係朱陸豪先生。我哋頭都講，我特別提到最古好，你講唔過癮哦，非常多嘅故事。唔過今日個貼牌都係，聽講我有好福氣，我來食老師嘅料理。自家做嘅哦。自家做嘅，哇，太幸運了！我哋都請小助理問本眼嚟，看他先先生帶來嘛嘅，一個係炒年糕。年糕，這個就不能講甜板了，因為它不是俺的過年的甜板。也都係外省的嗰種。因為我爸爸係南京人，我細年的時間，我爸爸就會炒年糕，本來就食。以後我爸爸上天了之後，我媽媽唔會煮誒，我媽媽唔會誒，好。然後我就開始跟我姐姐兩個人就開始去尋找那個味道，終於讓我找到。那經過改良以後，就變成了朱陸豪的炒年糕。又係唔知㗎，再開發。好深呢。好深啊！好深。什麼？佢說，剛嘅碎米100，食到爸爸嘅炒年糕，係差唔多一道四。大概幾歲的時候，最後吃到爸爸的炒年糕？差唔多9歲。9歲食到，經過劇校生演冇食過，然後周邊轉來張食過。喺周邊轉來係2年，我爸爸就過身了。哇，你同爸爸嘅緣分也是蠻短的，蠻淺的。哇，難怪你說二屯姐姐愛去請嘅米西。
一般人是没有放绞肉，他们只是切几个肉片。我觉得太少了。我爸爸那时候做也是，因为家里环境不好嘛，因为生意懂归嘛，所以就放的很少。所以我现在就放绞肉，放很多，然后放了还有小白菜，还有香菇。这些都是你后来改良。还有胡萝卜。真的好吃呢。就是口味不是很重的那种，可是真的好吃。比较养生啊，比较改良一点。老师黑兄弟都有讲到能路卡戏曲世家，而且你还没都谁是懂他也能发现能路卡其实身世蛮特别的。你那身世很特别。还50岁我才知道，老外姐姐不是一个爸爸生的。50岁啷的？同母异父。50岁。哇！我很笨，很笨。但是姐姐在这底下，在一起个底下。他知道，他从小就知道。大家就冇同讲。冇同我讲。我家婆妈没底啊，我家婆妈没底，我就会我爸爸没底，就会我唔底。他这些拢冇想去同讲啊。佢冇同我讲啊。他以为我知道。所以对他其实是说溜嘴。对。他以为我知道。我们聊天，他就说你爸，我爸。我说你爸不就我爸吗？他说你不知道啊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他说你爸跟我爸不是一个爸。赖张迪耶。50岁呢？50岁，赖张迪。刚起码嘅感受啊。好8点档哦。真的，因为能路卡相处完全就是很自然的，就像亲人一样。能路卡其实系关系以后。还有啊，嫁婆嫁公不是我亲生的。姑说妈妈是养女。哇，你们家好坎坷，真的很像8点档嘛，所以我们家都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却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戏曲家庭。刚刚后来回想，你讲我卢卡尼对你有乜嘅影响？像爸爸，你现在回想，有对你有乜嘅特别影响啊？因为你跟他缘分好浅哦。就弟，爸爸经常跟我说，你要多读书，多读书。他说我不希望你只是个戏子，他说你台上武生那个台下你要变书生，你要多读点书，那个气质也好啊，或者做人处事啊，所以我爸爸虽然他自己没读过什么书，但是他要求他的孩子能够多读书，所以我就是这2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怎么讲座右铭。能路卡大家就会做表演，妈妈姐姐还讲，跟爸爸就会负责顾大家，系咪？就是试茶呀。冇啦，跟爸爸负责做嘛？不会试茶啦。我爸爸唔会试茶。爸爸嘅工作系嘛嘅？在家煮饭的。图生意的呀。卖批发东西来卖啊。还有批发东西来卖。对啊，我们小时候。我大概。很小，我们就在戏班长大的。我爸爸就会在早市，他就会批那个学生制服，穿卡其的。然后我姐姐跟我们就穿着卡其，然后就站在早市里面。你看我小孩穿这个制服多帅啊！是不是？你当 model？ 我当 model，我很小。然后还有我爸爸会批那个粘蟑螂的那个板子。粘蟑螂那个，到早市去卖那个粘蟑螂的。你知道，前一天晚上戏院在演戏的时候，我跟姐姐2个人到戏院的厕所去抓蟑螂，然后把它粘在那个板子上，然后第2天就去卖那个。你看我蟑螂板多粘，可以粘多少蟑螂？那是我们2个抓的。嘿哟。对呀。
这个不是要童叟无欺吗？哦，所以其实我爸爸很辛苦啦，我爸爸很辛苦。哇，你万岁真劲痛苦呢。其实我到了50岁，我才知道我爸爸好伟大。他明明知道我姐姐不是他生的，可是他对我姐姐比对我好，我都以为我才是抱来的。啊，真的。我都以为我是抱来的，他对我姐姐好得不得了。哦。所以我觉得爸爸很伟大。刚可能做北京戏做的一生人呢，虽然后面你还有做舞台剧、电视剧、天涯呀的，按你回想起来，好表演、京剧，对你的影响係乜嘅？對於我的影響，我就想我可以改善我們的生活，因為小時候實在太窮。那某偏眼，小时候一颗蛋都吃不到，一颗鸡蛋我都吃不到。哇！我就到了剧校以后，哇，好好哦，每天都有早餐都有蛋吃哎，有蛋，然后每天还有什么维他命哎。哇，光这样讲就知道为什么爸爸要送你去剧校。对呀，因为是公费嘛，就好好哦，就比在竹东要好很多，所以。送我学戏，我觉得是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我如果今天没有冇做戲，我唔知我哋朱陸豪啲下去乜嘅樣嘅人生我唔知。所以我覺得做戲對朱陸豪來說，它是改變了我的一生。然後我對我媽媽、對我姐姐、對我爸爸，我活得很感恩。然後感恩他們改變了我的生活。啊。當然，我最感謝一個是美猴王吧。美猴王改變了我的，應該說我的藝術，我的藝術可以讓全世界看到。所以這4個人，包括美猴王啦，這4個人對我來說影響很大。我沒記得你有同我講，因為先前訪問你是做北京戲團現代戲的結合，你剛剛講京劇很像水，你好像也很像哦 ，be water，馬給容器都可以啊。我哋阿兄都就像水，我放在任何表演當中，它都是從最底層慢慢往上爬，它才能滿。所以這個比喻蠻好的，我覺得。這比喻來自你哦。來自我吧，我說。對，唔講嘅哦。今天非常感謝朱先生，大擺屯、大嘴鼓都有很多收穫。冇啦。像佢有人拍紀錄片啊、戲劇啊，你的故事真的都很值得拍耶。謝謝。多謝朱先生，今天還吃到你的拿手菜。好，剛才我要繼續試下咯。好。我要吃黑衣，可能我吃黑毛，你一定很常吃。豆漿。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历史上就是官衣啊，官仆的话，像皇帝，为什么美？